伫阿兰病院中人生条见证成功完成结石手术的讲师，特别前来献花，感谢家医泌尿科团队付出。因为讲师本身有腰肌结石体质，对17、18岁开始，就陆续发现每一档拢形成。这回正是因为结石积了伤济，变成个重个复杂的六角石，我都用帮的才找上阿兰病院。我差不多伫个17、18岁遐就开始结石，我就知影。就是愈来愈积，愈积，一段时间吼，就为伫到这个尾仔遮，这个较济位遮过来吼，然后就三四十岁遮吼，就拢都一当定啊一摆就对了，都伊会落，伊会疼，伊会落，伊会疼。迄了我知影足济，我上顶嘛无法度这艰苦安尼办好两办袂了啦，无做一摆处理你就袂使。才阵啊，来找黄医师，做一摆来处理你的。面对讲师这款复杂佮大粒的六角石，阿兰病院选择目前上新的手术，也来是利用2种类试镜，包括透过皮肤进入腰子的，以及对尿道入来软小输尿管，要做一摆来清除大部分的结石。肾结石通常不会到太大颗了，可是等到你长得很大的时候，那这可能就没有办法一次把我们的肾结石清干净。那你需要一次清干净，可能就需要用到比较多种的一种手术。那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种叫双镜联合碎石手术，就是利用我们以前一直常在用的经皮肾脏碎石手术，以及另外一种叫软式输尿管镜碎石手术，2种内视镜合并在一起。然后一次就可以有机会把我们这种鹿角石很复杂的鹿角石来把它打碎，所以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种我们结构很复杂的、很大颗、很难处理的肾脏里面的最难做的结石叫鹿角石，我就需要这一种双镜联合碎石手术。当然将身躯顶的大石头摕掉，规人拢轻松。不过医生也提醒，6档内有6成的机会会阁压起来，一定要加啉水。因为结石真的是很容易再复发了，那它跟我们的体质啦、饮食啦，还有喝水的量是非常的相关的。所以这种我们根据统计，有的人快的话半年后又再长结石了。我们大概每半年需要来追踪，后续我们的自我保养就是多喝水哦。那有的病人会问我说，什么东西不能吃？如果真的是要问不能吃，有太多东西都不能吃了，所以我们还是尽量请病人每天多喝水，一天喝2000cc 以上的水分。随着医疗进步，对过去开大刀到现在用微创，甚至时代演进到双类视镜手术的同步进行，拢是患者一大福音。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